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欧洲的切共和国参议院的 Mr. 议长早起伫立法院演讲，发出一声"我是台湾人"，代表和自由民主徛同边。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表示，Reagan 总统任内对台湾6项保证，到今共款有效。3天前，高雄市一个14岁临时失踪去和父母操心800个查某学生，早起一定伫新德县德东遮找到人。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欧洲的切共和国参议院的 Mr. 议长所领导的访问团，早起到立法院。尤锡坤议长嘛亲身欢迎，佮颁发一定国会外交英语奖章。这也是经过46档教单，佮再有8国的议长入咱的国会。尤其 Mr. 演讲的时阵，发出一句"我是台湾人"，代表讲要和自由民主徛同边。我是台湾人，希望。正做回邦交国的第一个伫台湾立法院演讲的议长，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伫台湾展开国会外交，伫演讲的上尾引用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的话"我是独立人"，而且用华语话"我是台湾人"，互场内噗声超过1分钟。Jsem přesvědčen, že je povinností každého demokrata podporovat všechny, kteří hájí demokratické principy a někdy za nelehkých podmínek budují demokracii. Jsem proto velmi rád, že jsme v rámci naší senátní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mohli za vámi přijet, abychom si navzájem vyměnili zkušenosti, podpořili se a rozšířili vzájemnou spolupráci. 韦德奇议长这一次在中共战狼外交威逼利诱之下，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勇敢率团立台访问，不畏强权，引领变革的捷克精神，令人敬佩。尤锡坤强调讲，韦德奇捌讲，台湾是事实独立而且自由的国家，两个国家拢是以民主加做立国的根本，期待未来持续交流合作，创造双赢。而且嘛颁予韦德奇一等国会外交英语奖章，甲立法院纪念仪式推。经过46年，阁有外国议长访问国会，尤锡坤佮夫人杨宝玉亲身迎接。伫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双方的人员伫议场把喙罨摕落来翕相，向媒体摇手。捷克的来宾嘛真欢喜，举手机仔咧翕相，阁比大富翁讲赞。立法院嘛设置捷克的特典，邀请韦德奇正式揭幕。这届立法院接待捷克参访团甲媒体拢总40多人。捷克团一行人离开议场了后，消毒人员随入场喷醋烈酸水消毒。欢迎捷克来访，比照欧盟拒绝瘦肉精。不过，伫捷克参访团到位进前10分钟，国民党团是把握时间伫议场头前抗议。党团书记长林奕华表示，欢迎捷克议长来访，不过嘛要趁这个机会提醒蔡政府，台湾应该甲欧盟同款的标准，拒绝猪肉用3肉蒸。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民党的县市长纷纷反对开放美国牛肉、猪肉的政策，甚至也有的市地的农民已经准备好要抗议。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来开声，表示一定兼顾国民的健康甲产业发展，总是有开放对咱踏入国际也会较有利。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讲，会积极落去推动市场内猪肉订明产地，互人客在。总统蔡英文前日来以行政命令释过国会监督，直接宣布明年开始开放美猪美牛进口，引起外界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拜日亲身出面，早起参加先基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的时阵，头一届表态讲，伊支持总统的决策。针对南亚执政县市准备要串联来反对美猪，苏贞昌表示，中央甲地方应该爱共步一条心，既保护国人健康，又能和国际接轨，同时保护产业。那中央地方大家应该同步一条心，这样才不会乱。苏贞昌讲，政府会继续照顾国内市地的产业，这几年毋但预防非洲猪瘟，靠地亚嘛备战成功，互猪肉会当外销。未来阁要成立100亿的市地产业基金，提高国产地的竞争力，而且嘛强调讲，台湾袂当甲门关开，要加入去 CPTPP 等等的国际贸易组织，必须要行出去，甲国际来接接。台湾不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定一套标准，而不照
国际的标准，不照科学的证据，这样走不出去。若是敢要带头食美国猪肉，苏贞昌无正面回应，敢若表示台湾猪肉价较好食。若是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最近会选择伫发价等等的示范区，要求业者标示产地，让消费者有选择。做一些示范区，好让大家一起来看，好这样能不能看得清楚？那有什么问题？好，大家逐步可以来改善。陈时中表示，未来猪肉的产地必须要标示清楚，标示不实上当会当罚400万。若是苏贞昌是强调讲，台湾一定爱伫咧世界有一个地位，台湾要甲贸易做好，嘛会照顾台湾消费者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仲主委早起伫咧三重埔接受电台访问的时，是强调讲，开放的是冷冻猪肉，绝对袂去刺激到现台无过冰的市场。尤其家己就是厝内咧饲猪栽培出来的囡仔，绝对袂伤害这度。嘛一定会加强说明，互猪农、种人拢较放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去新北市三重埔的绿色和平电台接受专访，讲开放美国猪肉配套的措施。伊强调讲，进口的冷冻猪肉绝对袂冲击到台湾人惯食温体猪肉的市场。了后接受媒体的采访，访问到是安怎即届预告7天就要公告，无像过去预告期有60天。公告进前先收集各方的意见，政府即届是安怎遮尔临时？整个跨部会在准备这样的一个工作，绝对不是临时，而且是突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可能的对养猪农民、对所有的消费者启动全面性的沟通，而且要让他们放心。所以重点不在预告程序，重点是在针对这个沟通。面对伊家己做学者的时阵，全力反对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进口，即马做主委态度煞有真大的改变。陈吉仲强调讲，迄当阵并无配套的措施，甲即马完全无共款。伊嘛愿意接受外界批评，毋过敢是要回失的，或者是认为政策有做了毋对。伊强调讲，伊家己是猪农的后生，无可能做出伤害饲猪产业的代志。我是饲猪，有法当去大汉甲读册，我有可能做任何一个决定，伤害到所有的全国7000户的养猪户。这个工作绝对毋是外口讲的。会互规个养猪产业没落，甚至造成巨大的冲击。伊强调讲，会有100亿产业的基金，无排除会阁争取增加100亿。不过，这个钱要安怎分配？是要摕来改善肉品市场，调整产业的结构，或者是要直接补贴猪农？目前传出可能会定出保障收购猪肉的计效。不过，陈吉仲是否认，而且强调讲，进口美国猪肉，国内猪肉的计效绝对袂帮盘。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北市高文铁市长是讲，在伊咧看宣布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过程有较压迫，甚至也想要问蔡总统，安尼有通去换啥物倒转来？总是中央爱紧甲安怎样协助猪农应变，讲互较清楚咧。若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听到议会国民党的党团讲要修改驻地条例来阻挡美国猪肉，伊是表示讲有赞成。9月初记者节，台北市长郭文铁当出现，就先送小礼物予在场的记者，心情看起来袂歹。毋过讲到民进党政府宣布明年有条件的开放美猪，伊也是感觉过程有淡薄仔压迫，而且嘛要问总统蔡英文是换啥转来。长期以来，他只要提出意见，他就说我这是逆时钟。坦白讲，我怎么会逆时钟？我还是一个科学家，你知道吗？我也不希望说有中央跟地方的抗争。不过今天还有我在我内心里面真正很想问的，到底小英你是换了什么东西回来？这是我内心要知道。你不要讲说什么国际地位，这太空泛了。郭文铁认为讲，过去民进党对开放美国猪肉的态度是极力的反对，佮讲家己是上高沟通的政府，即马说连参详都无参详，干那用通知的方式来宣布，离明年1月份开放的时间干那剩4个月，要甲2超亿的饲猪产业要安怎应变？希望中央讲互清楚。针对卫福部长陈时中要用伫发价来做美猪美牛标示的示范地点，郭文铁嘛有话要讲。那只是比方说，不要。他先拨个预算给我们，再研究一下。那如果说之后这件事情成型的话，你们会同意吗？哎呀，这个，猪肉是一个民生必需品，到处都会用到的。这只是随便讲一讲而已。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希望伫咧驻地条例内底加入处罚。郭文铁指出，当初是驻地条例并无定处罚，宣示性的意思真悬。毋过伊无希望变做斗法，坚持要等甲中央讲互清楚才回应。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修订驻地条例真乐观。国民党党团有提要修改自治条例，我乐观其成。对于
这个自治条例最重要的是守护新北市的市民的健康安全。中央开放BD进口，双方两个市长拢保持积极的态度，敢要配合毛家己应变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公开1982年两方和台湾有牵连的电报，内容主要就是雷根总统对咱的6项保证，就是未对台湾施压力，要求要赶紧和中国谈判终止。今日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唔但讲，迄6项保证到当同款有效，佮宣布要和咱台湾举办经济商业对话会议。中国最近一直释放对台动武的消息，敏感时刻 AIT 解密2条甲对台军售有关的电报。第一条是1982年7月，由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次卿发送予当时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杰明，提供美国对1982年8.17联合公报的解说。第二条是1982年8月，由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舒兹发予李杰明。公布对台6项保证，包括美国无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无改变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被对台施压，要求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等。AIT 强调，6项保证一直是美国对台参对中政策根本的要素。And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pressure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Beijing. These were the 6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made to Taiwan in 1982, and they endure today.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维伫视讯会议上再度提出6项保证的具体内容，保证到当有完有效。反制北京动作的意思真高。史达维也宣布，美国将甲台湾举办美台经济商业对话，关注中心布局、科技甲医疗产品供应链，加强投资台选甲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基础设施甲联关合作。总府感谢美方以实际行动深化台美经贸合作的伙伴关系。也期盼未来双方透过这一个新创的台美经贸高阶对话的平台积极深化台美的经贸连结，创造台美互惠双赢。AIT 也表示，这项高阶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次卿克拉奇主持。外交部也感谢美国采取实际的行动，进一步深化台美经贸连结。保证对话的细节也在继续沟通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监督总统府新上任的李大为秘书长，还有考试院的黄永川院长、周凤宪副院长和院内政务人员宣誓就职的典礼。现场还有赖清德副总统、司法院柯宗力院长同齐观礼。另外，监察院新上任的朱富美秘书长，等下交接完成，已经上任了。再一次感谢我们朱富美秘书长，可以必然要做很多的舍弃，很多他现有的一个诱惑然后愿力到监察院来，共同期待未来的监察院能够让人民信赖，能够让未来的监察院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监察院陈局院长主持监交的仪式，新上任的朱富美秘书长接受应讯。朱富美女士原底是最高检察署的主任检察官，对司法的事务确实有了解。伊也表示讲，未来担当监察院秘书长了后，定着会继续推动人权促进甲保护的工作，还有提升人民对人权理解的观念。咱过来讲，咱国军方甲美国采买一批武器，主要是包含提高爱国者2型防空飞弹的性能，还有爱国者3型的飞弹种种，经费1791亿，明年就要结案。国防部后加编200几亿，讲是要补充不足，要加采买过爱国者3型。民进党这边是有立委讲，飞弹数目增加，陆对强作战的时阵，作战作用一定是加真有。
防范强军威胁，强化防空作战能力。国防部明年度的预算书原本合作这项专案的爱国者2型飞弹性能提升，甲采购爱3型飞弹案，爱开1791亿外，预定明年结案。毋过专案以补充原弹药采购不足做理由，伫个额度以来增加200多亿，向美国采购爱3飞弹。专案展延6年。李伟表示，会当帮助台湾发展无对称的战略。一个是结构更新到最新结构，那把它的使用寿命延长。第二个金额的增加是增加它的弹体，也就是我们的飞弹数目会增加，那增加就会提高击杀率。增加采购的数量，我想这个可能就跟包括是它，比如说像最近传出可能它对南海试射飞弹啦。军事专家分析，这个爱3进口案甲中共积极发展大道飞弹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爱3有真大的反大道飞弹能力，会当反制强军的威胁。毋过国防部以采购武器是机密，无做进一步的说明。特别注意的是，美方7月初9才批准对台军售182亿爱3飞弹的定感测案增加200亿以上，两个敢是有关联，嘛引起注意。基本上我们都尊重，我们没有太多的评论啊。有关于这些预算采购啊，它是专业的部门在做相关的程序在评估，而且预算书表里面，我想能够做表述的，已经做了一些说明。台湾防空飞弹甲雷达10的密度，敢若输予以色列，是世界第2名。毋过为了应应南海的局势，空军传出要甲原本的环防系统升级做反电专案，互国军蓝天甲地面防空飞弹全数列入，互飞弹部队会当即时甲来犯的敌机毁掉。另外，国防部嘛评估伫咧屏东建设固定的雷达站，专家分析会当帮助减少南海情势，而且监控强机伫咧西南海域的扰台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香港对今仔日开始进行武汉肺炎全面性验病毒的计划，预约要参加的有55万多人。林郑月娥特首也含一级的官员大声出面验予市民看，要鼓励愈侪人主动报名。总是香港医院管理局员工的组织这边是批评讲，这款检验敢若会增加病院的压力，望市民都要抵制，唔通去参加较有影。香港为初一开始展开14天的武汉肺炎普遍体检，目前已经有55万3000外的民众注文。特首林郑月娥嘛，伫咧头一天带领司局长伫咧政府总部的检测中心做伙做检测。林郑月娥表示，虽然最近香港确诊的人数恢复到10个以下，不过大家是真震动，因为推出真侪限制的措施，伊呼吁市民爱积极参与全民检测。當然亦都包括我本人同埋各位司局長。除咗教育局局長咧，因為而家佢做緊訪問嘅，正在而家做緊檢測嘅咧係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議員。整個檢測嘅流程同埋個體驗咧，都係好安全、好簡單、好方便。全香港拢總有141個社區嘅檢測中心，普遍體檢嘅頭一天，有7成嘅檢測中心攏注文滿啊。香港人民只要入場進前磅體溫、檢查證件、甲注文嘅信息，就會有專人採集片空甲拿後嘅樣本，再佫為指定嘅路線離開。港大醫學院院長楊道偉，也佫有中大醫學院教授柯樹昌，互相替對方採檢，強調過程是安全佮方便。其實就冇話痛嘅感覺喎，嚇。咁跟住就係個咽喉拭子，咁其實成個過程你講緊都係2分鐘內完成晒㗎啦，嚇，所以就非常之快捷嘅，亦都冇啲咩唔舒服嘅感覺。亦都我哋係需要尊重每一個人佢自己唔同嘅考慮，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個人考慮咧，就係因為我過2日亦都會係喺一個檢測中心裏邊幫手做採樣員，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咧。可以係去保障翻將會被我採樣嘅市民。香港病院管理局員工陣線對普遍體檢是抱反對嘅立場，這個檢測嘅效果會增加病院嘅壓力，呼籲香港市民愛反對全面檢測。林鄭月娥批評有關團體嘅行動已經影響到市民參與嘅意願，呼籲因愛打動啊！而且強調講普遍體檢並唔是強制性。柯樹昌表示，香港第3波疫情發展較大，感染源不明嘅案例未少。檢測嘅計劃有一定嘅價值，會當倒找出一個穩重嘅傳播鏈，愈濟市民參與，效果會愈好。記者綜合報道。甲中國有關有牽連的新聞，澳洲的政府當局宣布講，一個出世佇中國，不過這當陣是因澳洲國民的查某記者，名叫成蕾，伊是佇中國官方的全球電視網咧做英語的主播，不過但已經佇北京，互中國政府拘留監視起來。總是澳洲領事館的人員有設法探訪甲協助，拘留的原因到這陣時也無法度查明詳細。
澳洲政府表示，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查某记者陈蕾8月14日伫咧北京起互拘留，目前受到监视羁押。澳洲驻中国领事馆8月27日透过视讯对陈蕾进行探访，嘛强调澳洲政府会尽全力提供一切协助，啊，毋过无公布陈蕾起互拘留的原因。We're working through details in terms of the consular assistance that we can provide, and we will give all assistance that we can. 监视羁押是中国一种酷爱的方式。在这段期间，调查人员会当对互酷爱的人进行问讯，测定嫌疑人甲律师和外界联络，一直到正式起互抓。监视羁押上长会当达到6个月，是北京政府最近这几年直接采用的方式。陈蕾伫咧1975年中国湖南出世，有2个囡仔，甲厝内人住伫墨尔本。陈蕾早期对爸母移民澳洲，捌伫咧财经频道 CNBC 做工课。2013年加入去中国环球电视网担任英语频道的节目主播。中国环球电视网的网站目前甲介绍陈蕾的网页，还有伊主持节目影片拢抬掉。My name is Chen Lei. I'm a TV anchor based in Beijing, China, and this is my story. Beijing is the beating heart of China, where politics, culture, commerce, technology all collide. 今年7月份，澳洲政府向准备前往中国旅游的澳洲公民发出旅游的警告，指出中国凊彩拘禁的风险增加。自从澳洲总理莫里森在今年疫情发生的初期，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开始独立调查了后，中国的关系就恶化。中国了对澳洲真侪项出口产品征收关押的关税，还有反倾销的调查，而且限制中国游客甲学生前往澳洲。8月底，佮禁止澳洲一间肉商的牛肉来进口。啊，若是澳洲伫南海问题顶悬，佮甲美国徛伫咧共一个阵线。啊，若是今年6月份，澳洲公民吉尔斯皮因为伫咧中国运毒，去互中国政府判死刑，拢互双方的关系降到低点。陈蕾是自从2019年1月份，澳洲籍华的作家杨恒军去互指控是做间谍活动轰掠以来，去互北京政府关押的第2个澳洲籍华人。记者综合报道。昨8月31日，也是去年香港太子站事件发生，警方冲入去电车的车厢，起卡动手攻击市民，震动暴力镇压的日子。有不少民众昨搁再倒转去到代志发生的现场，追想过去的不幸。总是警方同款搁再出来赶人，到昨暗11点，尚无就搁掠14个市民起来了。香港83届太子站事件1周年，网友就伫咧几落地点聚集悼念，警方也伫咧旺角到太子附近加强巡逻。31暗，警方伫咧旺角拘捕一个查甫人时阵，强甲甲伊做伙一个有心的妇女扭开，发生屠杀的冲突。在混乱中，这位有心的妇女绊倒，目睭还佫互警方的护照喷雾剂喷到闭袂开。好在在送医了后，无仔囝拢平安。到昨晚11点，至少14人被逮捕，还佫37个人违反限聚令甲挂水烟的规定被开单。留所之後，先知道網上流傳佢已經死咗。去年83月，警方衝入去港鐵的車廂，無差別攻擊市民，暴力鎮壓，互參加反送中嘅民眾真生氣，甚至懷疑迄天到底是唔是有人因此死亡。各位香港人，你哋好啊！我就喺過去1年一直存喺太子站裏邊失蹤咗嘅人。喺網上面有人會叫我太子漢堡生或者係大眼義士。已經失蹤1年嘅83月事件被逮捕嘅查甫人王無准，佇社交媒體講家己互警方控訴不項罪名，即馬已經流亡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為了要保護出來人家朋友嘅安全，才一直攏無澄清家己失蹤嘅傳聞。台灣有超過300位民眾看海聲援香港。香港自今仔日開始14天嘅武漢肺炎破台，已經有55萬3000多位民眾有救。全香港總共141個社區檢測中心，動員超過6000位醫護人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對香港殯儀管理局嘅員工電線無支持計劃，也個叫大家反對，批評這正明顯是政治手段，對家己不利，也對社會有負面嘅影響。記者綜合報道。香港版的國家安全法實施了後，大上街路抗爭的人看起來確實有減。不過有一個17歲的少年家堅持講，就算剩伊孤一個，伊願要抗爭大地。強在有人看到伊伫街路同款咧畫5大訴求，一站都袂當減迄句口號。伊嘛望講，都要有愈濟人勇敢打出來，才會當爭取香港的自由甲民主。本來身軀邊真侪同款理想的人，一息尚存。抗爭到底！這麼一個人喺咧路嘅畫口號，
双手比出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是香港17岁少年李国勇。香港人家叫做浪出兄，因为伫咧过去半年来，只要落有家己浪出食到的抗争活动，一定会看到伊。虽然抗争的人愈来愈少，港版国安法又搁实行，也是坚持理想。5大訴求，缺一不可。一个人共款互港警调。7月2日，白沙人攻击蘇影週年迄天，伊坐地鐵到元朗示威，一出站就20幾位警察甲伊抓來。唔係咁，你可唔可以講一講我係違反咩法例先，唔好入得嚟先？頭先已經講得好清楚啦，警告已經俾咗你，而家最後就係唔可以入書嘅啫。你去散步可以去其他地方度散。何港警黨也無改變伊示威嘅決心，伊走去元朗嘅警署，叫警察愛交代伫咧1年前失蹤，抑個惡毒攻擊民眾嘅代志。不過當然也是無回應。我希望其他香港市民見到遇到一啲唔公義、唔合理嘅事，都唔好啞忍，一定要作出投訴，一定要追究警方濫權嘅行為。李國勇一個人嘅抗爭唔是第一遍，過去幾個月，伊幾多遍一個人伫咧路嘅示威，有人甲伊笑，有人甲伊加油。只有報啫。喺1年時間由好多人變人少，呢個感受一定係有少少難受㗎啦。但係我覺得抗爭唔應該在乎人數啦。今年6月25號啦，警方就以上年嘅罪名拉返我啦。咁呢樣嘢亦都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當時以我所知我未出嚟行嘅。這邊逮捕和李國勇更加堅定抗爭，就算有國安法嘅威脅也唔驚。如果驚咧，咁就好難再有機會再出翻嚟。如果而家我哋退咧，冇後路㗎啦。我諗過1年之後，我哋一定會再有機會俾我哋出翻嚟，一定係會更加俾人清算得更加嚴重。李國勇希望伊嘅一人抗爭，會當讓更加多人回來，為香港嘅未來而戰。伊8月25號港警指控擾亂公共秩序，閣被抓。在出庭時陣，就慣例比出5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手勢，而被保釋。香港未來係要香港親手去改寫啦。我希望嚟緊可以多啲香港人願意再次行翻出嚟，為我哋應得嘅嘢去爭取我哋應得嘅民主同埋自由。記者綜合報導。咱過來講，美國再三插針引線，要讓以色列和4邊中東國家的往來漸漸進入和平甲正常化。昨昏一隻有載以色列甲美國的官員的飛機，佇咧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降落，雙方面就開始進行和平的談判。這也是有史以來頭一隻以色列的飛行機直頭飛去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講起來確實是真有歷史意義。國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色列甲美國3個國旗，有過時代意義的飛機，慢慢降落佇阿布達比的停機坪。美國白宮高級顧問也是參會競賽，庫什納甲國安顧問歐布萊恩在頭前，後邊是以色列國安顧問本沙巴特。وصلنا هنا من شأن تحويل رؤية إلى واقع لا حدود للتعاون الذي ممكن نطوره بمجالات العلم، الابتكار، الصحة، الطيران، الزراعة، الطاقة ومجالات كثيرة أخرى。在美國調解之下，以色列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8月13宣告達成和平協議，兩國關係將邁向正常化。以色列甲波灣國家關係真緊升溫，32早起由以色列國營航空公司飛機在以色列甲美國官員為特拉維夫出發，飛過沙烏地阿拉伯領空，一路來到阿聯。這也是以色列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頭一隻直航的飛機。以色列官員兩港前暝訪問行程的重大任務是確定和平協議簽約儀式的時間。以色列表示，上緊9月在華府舉行。Last decades, we've had conflict and war and division, and what happened here was 3 great leaders came together, and they started writing the script for a new Middle East. 庫什納在演說中也呼籲巴勒斯坦重回談判桌，唔通活佇過去。路透社分析，以色列甲阿聯國會繼續數十年的對立，是因為對共同的敵人伊朗的擔憂。也毋過，這也造成阿拉伯國家分裂，長期遭受以色列壓迫的巴勒斯坦被邊緣化。巴勒斯坦總理舉行記者會，再次表示痛心。哈馬斯組織認為，這項協議無法度代表阿聯國民眾的意志。記者綜合報道。
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今来讲，顶日啊，高雄一个14岁临时失踪去，和父母操心八百个查某学生，早起已经伫新德县的德当家找到人。警方也甲伫咧控制伊的行动，一个姓罗的嫌疑犯，同齐带转去高雄侦办，要理清案情的详细。 高雄失联的14岁姓刘少女，坐伫租厝的所在，面对警方的询问，表情显得有一寡冷淡。失踪3天了后，总算伫初一早8点50分，德当中兴路一带，姓罗查甫人母亲经营的出租套房内，当时找到姓罗查甫人甲失联的少女，被发现时阵，两个人拢藏伫4楼一间租厝所在天棚顶的暗房内。那个女生，我们同仁进去以后啊，是有稍微有，因为她是因为也是在睡觉嘛，然后惊醒以后，她有稍微有一点惊讶。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好啊。规个失联事件主嫌姓罗查甫人先是用网络交友，熟悉姓刘少女刷落来，以应征电源大打工作为由，和姓刘少女伫8月29离家了后，坐高铁到新竹甲伊会合。 佮由共犯姓罗查甫人负责炸掉少女的手机偷偷开到台北，家己是带着少女到新竹母亲经营的出租套房暗房内面。因为媒体一直报道这段时间并无和少女外出。他有表达说要离开的，要回来，因为他30号要开学，说没让他回来。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认为他已经触犯到强制罪。警方表示，少女被找到的时阵无被绑囚禁。 身体也无明显外伤，情绪也无伤大的反应，所以警方伫现场进行搜证了后，目前已经将2个人先带转去高雄调查，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 咱我来讲，台中市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对去年开始就不时伫咧下牛喘嗽，检查落去才发觉心脏有破3孔，尾手经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手术了后，才渐渐复原。心脏科医师当就指出讲，这款先天性的心脏病症，1000个人内底发生的比例平均测有8个，生活中若有淡薄仔各样，就要赶紧去检查咯。 廖弟弟爬楼梯，哪走哪跳，速度紧甲爸爸拢特别用袂着。廖爸爸总算会当甲心内大石头放下，因为1年前的廖弟弟只要运动小可较剧烈的，就会身体无爽快。经过检查，才发现心脏出现缺损。他时常会喘气，很严重的喘气，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呼吸不顺。 医生经过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发现廖弟弟的心房中隔缺损，出现3个破孔，有气管也未正头，引发气静脉回流无正常。今年4月，医生用心导管的手术，前后放一大一小的关闭器，将3个破气的所在封起来，互血流恢复。医师表示，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大约是伫8%，也若是像廖弟弟这种心房中隔缺损的案例，应该是占其中的10%尔。 最慢可能我们碰过在2岁以内，都有可能会闭合。但其中10%到15%天生就不会闭合，就有一同心电图的筛检去发现他心电图异常。那心电图这样的异常，就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做进一步的超音波进一步的检查。医生表示，亲像这款的案例，若无较早发现，会致使血压变悬，引发正心衰竭，危害到性命。好较早发现了早，加上恢复真好，无并发病危。但是医生提醒，女性先天好发的机会大约是男性的3倍，但是常常有喘气袂顺、胸坎杂杂的情形，都要赶紧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6月，中央健康保险署本来要针对8种病院手术的时，患者都要自费的医疗器材，直接制定出固定的数目，袂当超过的限额。不过，这也引起医学界众人伫咧反对。这当阵健保署换公告讲，这款手术自费的器材即时开始的约束，袂当阁收超过目前医疗院所咧收费极端上界悬的数目。健保署今年6月份公告，会对8类总共352项自费查验医材订定收费紧绷，而且伫咧8月初1开始引起医界不满了后，该外医学会订定极大地来做紧绷。前一日健保署正式公告，到9月初1开始，该外采用医疗医所收费极端地的管理。各工协会也都达成共识。那认为说，的确应该要有一些极端值的管理，我们就根据学会所订定的极端值，24号的时候发文给超过极端值的医疗院所，希望检视他们的收费标准。健保署表示，未来医疗医所会以收费100%的概念，也就是同款的医材伫咧所有医疗医所收费都加到悬100%。
卡数第60件是8分位，超过就是极端值。目前包括人工水质体、特殊材质生物组织心脏瓣膜、千古动脉下台抹药的装置、特殊功能人工心率调节器等等7大类医材，拢该换医术费用极端值来做管理。若是冠状动脉抹药的金额是因为功能分类需要是增加代码，爱等待共研会讨论了，才会当赶紧定出极端值。第一是健保署应尽速的说明不公开相关极端值定这样收费标准的一个原因。如果它的百分比过低的情况下，会不会也会形成另一种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医改会认为讲，医疗器材一直推出新的，政府除了用极端值来做管理以外，未来嘛应该采用滚动式的检讨来看这款的机制敢是需要调整。极端值定定的相关资讯嘛应该公开透明，才会当充分保障民众入脉甲选择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医学的新消息，早起有90个少年辈中医师出面反对政府推动实施汉医专科医师的制度。因讲原因就是之前卫生福利部强制推动负责医师训练，结果7档内有真侪中医师想要去训练，也无名额，造成到打拢也无法度开业。这当阵说讲要搁推动专科制度，话未免是讲了伤过头早。年轻医师受害，年轻医师受害。几仔个少年的中医师伫咧场外抗议，反对中医专科制度雄雄公公开始。现场有少年的中医师当面质问这项计划负责人，现场就当像是强要出火车。我等多久？你让大家等2年、3年，为什么要等待？我已经在职业了，那我是没有经过一般医学训练的医师吗？负责医师训练没有做完备以前，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推专科医师。中医职界会认为讲，过去为何不少中医师负责医师训练，就已经出现真侪中医师因为名额无够的问题，无法度参加训练，致使无法度开业。即马佮规划中医专科医师训练，可能未来嘛无法度参加，应该先解决名额的问题，再来讲后一个阶段的专科制度。是说基础的负责医师训练，它还没有完备之前呢，就要做专科训练。那我们就像是没有1楼就要盖2楼，还没进入到我们负责医师的有55个，今年就开始帮他们建制中医选配系统。那电脑媒合出来的那个容额，其实就是公开透明。甲中西医的医学训练来比较，1807年西医一般医学训练用约1566个人，毕业人数1400人，成功受训练的几率是超过98%卡。但是中医负责医师训练成功受训率对1807年55.2%到1809年总算提悬到7成以上，但是训练用约数量一直无对外公布。现场有一个已经完成训练而且执教的中医师，无愿意公开身份接受访问。伊讲推动中医专科的制度，根本就是为着健保费用这块大饼，批评讲根本就是权力扩张。我们一直都觉得，其实是一种权力的扩张而已。我们不觉得分科对中医是一件好事。我们绝对反对到底。卫福部中医药师强调讲，中医专科制度会伫咧北中南举办3场说明会。若是中医师专科制度的草案，嘛会等立法院审查议过了后，再过来举办公听会，来收集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昏婚姻关一个3岁幼囡仔因是大人伫咧 Facebook 打出相片，讲囡仔的尻川头甲尻脊片，拢有幼儿园的老师出手造成的伤痕。但这间幼儿园是表示已经甲拍囡仔的老师开除，也有通报教育处。另外，县府的社会处这边嘛讲，会请警方插手处理，阁会赶紧辅导甲关心幼囡仔的心理。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原本拢坐伫咧教室的涂骹，毋过老师雄雄甲其中一个囡仔抓起来拍尻川，尾手阁甲这个囡仔约去教室边仔的便所内底。等到厝了后，家长发现囡仔的尻脊片甲尻川拢是伤，落尾由地方代表出面，而且带囡仔去验伤。照理说，老师你尿裤子，你要赶快处理。那老师过去的话，就是直接抓起来就先打了嘛。然后小朋友不敢说，后来家长就把他手翻开，然后衣服拉开，看到都吓到了。看到有打小朋友啊，对，会担心，所以我今天来特备。家长为透明台说明讲，这个囡仔才3岁，因为带着伫咧裤底，就老师拍尻川甲尻脊片。这间幼稚园表示，这个老师因为情绪失去控制，才会做出这款的行为。目前已经甲伊示头路，嘛向婚姻关教育局通报。那如果这个老师有真的是到那个体罚学生，我们也会依照幼教法相关的规定，园方所报上来的校安通报以后，再会社会处、社工，还有我们的那个教育处这边也会来这边检视到底园方这边的对员工的训练。这间幼稚园表示，
目前已经甲即个拍囡仔的老师洗头路，也若其他的问题都无要搁公开做回应，会私底下搁向幼儿园其他的家长来说明。另外，社会处嘛强调讲，已经请警方负有对案庭书处理，嘛会甲囡仔做心理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今年6月，台北市私立育达高职改名做私立普林斯顿高级中等学校，嘛开始有收国中国校的学生。总是当有媒体咧报道讲，国校这个部门因本地要开3班，结果有当煞干那一个学生来注册。台北市教育局这边是说明讲，法律无规定私立学校上无就要招甲几个学生才会当开班，嘛望学校会当赶紧继续招生。今年6月份，打改名做育达学校财团法人台北市私立普林斯顿高级中等学校的育达高职，创校超过70年，全盛时期有超过14000的学生。不过因为少子化的冲击，学生的人数开始减少，学校改名转型，为8月份开始招国中国校的学生。结果北面媒体报道指出，敢有一个学生完成缴学费的手续。目前是国小是收到1位，私立学校呢是有收班人数的最高上限，也就是说核定3班最多90人，但并没有说最低多少人是不能开班。那学校就必须调配相关的师资跟课程，协助学生上课。到9月底之前，学校都可以持续的招生。学校这边真保守表示，学校是大成全台湾采用学思达教育模式、甲浸润式英语的体验。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局的核准，就随招生，不过基程相对，未来还阁会继续拍拼。本来其实在台湾里面小学的部分私立的就非常少，其实它的一个本身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就不高了，凸显出其实这样长期以来台湾的一个均质化，在公立学校这一块的一个办学的部分是得到一些肯定的。那第3个就是说代表少子化的一个问题。如果它的特色不是很明确，家长也很模糊，更何况它是刚设立的学校，也没有之前的一个所谓的优或劣。那旁边的光复敦化国小是属于我们台北市前1、2所大的学校，应该都很有口碑啦。无论是老学校设新的学制，或者是私立学校要变转型，包括师资、环境、交通，敢是有明确的特色，才拢要注意。因应少子化的影响，大间学校拍拼要求生存，都要用搁较侪心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进前美国政府甲一只台湾人所投资的大王号渔船列做黑名单，禁止去挖岸，讨猎的渔获嘛袂当去交，原因就是船顶有虐待外国劳工的情形。今日早起，内政部所主办预防人口贩卖座谈会现场，都有人权团体去抗议讲，这款活动当年伫咧办，剥削外国劳工的问题，哪会悠然常在伫咧发生呢？挂着伫阮那度，也毋过实际上是台湾人经营的宽渔船大王号，被船顶的渔工甲民间团体控诉有虐待拍外籍渔工的行为。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8月18将大王号发出暂扣令，禁止这只船的渔获进入美国，也不准停靠美国任何港口。大湾还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在航行当中，船上的台籍干部，据我们这个渔工讲。几乎所有外籍渔工都被打过，在打了之后，就有一天早上，一名印尼的外籍渔工沉尸在船上。内政部从2早起举行1年1度的人口贩运防治工作坊，外籍渔工人权保障联盟再度前来场外抗议，并且质疑政府当年举办像大摆摆的工作坊，渔工剥削的问题依然一直出现。这样子的国际工作坊已经办了。没有10年，也有8年，可是改变了什么呢？相关的侦查都已经完成，那台湾的部分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的一个阶段。那在行政院的跨部的平台里面，我们将渔工的问题都是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一环。大王号被举报，冒有1年级的渔工伫船顶过身。内政部表示，这个案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正伫司法调查庭书。民间团体也继续呼吁远洋的外籍渔工应该落实劳基法规范，和劳动部定准海上劳检做全面性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海洋委员会嘛公告，北海猪这款保育类的海底动物重要生态的环境甲范围，就是包含苗栗、台中、彰化各有分林4县市的沿海。总是等有保育团体打出来讲，这摆公告的范围是用6当前林务局调查的资料，照因所研究，北海猪咧活动的去处，绝对是唔那遮尔看尔。
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地生态保育议题，最近这几年因为国光石化甲离化风电的发展受到真大的注意。海保署等等的单位经过8档的拍拼，总算让北海地的栖地范围划定伫咧9月初1正式开始。划回重要栖息环境之后呢，举凡是相关的环评或者有些开发计划，都必须要送到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审核。那确定这些开发行为跟作为不会对于白海豚的族群造成影响之后，才能够继续去进行。海保署所公告的北海地栖地范围，都苗栗台中彰化到云林4个县市的沿海海域，但是保育团体表示，根据上新的调查，嘉义甲台南5个沿海等等的海域，有北海地煞无划入去。苗栗、香山一直到台南那个五股那边的，已经确认这是那个台湾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他们大部分是在水深5到15那个公尺，所以都是很近海岸的。保育团体认为讲，唔那范围无够全面，公告范围的海域界线嘛，甲真济北海地的活动范围排除掉，可能对保育不利。海保署表示，除了公告的栖地范围，阁会推动北海地的保育计划，未来甲相关单位也阁保育团体继续来讨论，互北海地的保育方案更较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海边讲完，咱来讲山内。阿里山高山顶的咖啡豆环境好，栽种的技术阁真进步，国际上的比赛嘛，常常真有发挥。总是这也引起中国迄边不少的业者来伫咧占名炸生，造假的网站出来模仿，阁偷用咖啡农的商标相片，要以假乱真。但受害业者赶紧报案，阁提醒民众拜托就爱看互真，认互明。阿里山的咖啡豆啊，因为品质好，所以受到侪侪国内外消费者的肯定。不过最近所有黑心的人士在网络上利用在地品牌偷打人的票头来卖假咖啡豆。很多消费者就看到说，周主任现在有这么低的优惠，所以都会来打电话来问嘛。然后问了之后呢，发现那个是诈骗的网页。所以其实我可能就会背负着这个可能钱被人家赚走了，但是我背负着这个骂名，还有我冲咖啡，我的咖啡豆，对，然后都直接用我的名义，业者提出手机证明，讲人偷用因的相片、新闻做网络广告，让消费者来买到假咖啡豆，甚至业者捌和对方联络，那网站的老话互抬掉，连家己的笑话嘛互封锁。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不肖业者之身份，并要求网络下架。在此，检方呼吁消费者勿轻信脸书一页式网络购物广告，以免受骗。警方经过调查，表示这个广告所卖咖啡豆可能是中国云南地区所产，不是阿里山在地所种的。这种干那打一篇一杂的广告，常常利用人头相关产品的分数欺骗消费者，而且网站的主机大部分拢是伫国外，为着避免引起消费纠纷，民众若利用网络买米，也是要更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花莲遮有一对80几岁种西瓜的老翁公婆啊，这站收3000几粒小玉啊，煞去互本地来甲因注文的大盘回玉。这当阵遮的西瓜拢已经9分啊，加在讲地方的公益团体直接去园林甲因斗收，佮开放的民众加减分割，才3天尔，西瓜就拢总烧甲空了。来到花莲凤林镇的西瓜园，一个78岁姓郑的农民，甲伊80岁的太太是面忧面结，因为原本甲因主文的搬商，唔知影啥物原因，人竟然走去。满好的西瓜有一部分已经伤色裂开，若搁扛恐惊都会烂去。我不晓得他啦，店内没有叫他来，他又说他不要。每次我是中1万多颗了，现在是2000多颗。花莲东乡工业总会知影了后，随派人甲货车去西瓜园斗3工，初步估计现场差不多有3000多粒西瓜，有1000多粒已经裂开，所以甲剩的2000多粒先买起来，再透过社群网站来卖，无甲3工的时间就全部拢卖了。阿公因为儿子往生，媳妇也跑掉，然后剩下2个小孩子，这个阿公阿妈2个来照顾。然后这个西瓜人家被弃单，他们想说本来是1颗70块，然后想说他成本收回来就好，所以1颗50块。东乡会爱心解决老农民的困难，阿公阿嬷总算有笑容，不过是安怎会发生走单的情形？根据其他种西瓜的农民表示，主要的原因还是伫咧收购的价钱讲袂好势。今年小玉啊西瓜搬商收购的价钱，一张差不多是110块左右。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讲台南关灯是台湾上界大主菱角的产地，产量顶国内7成，是讲本地较无作用的菱角壳，所以有上程度。这当中经过地方的农民甲业者再三去研究，也生产出菱角壳的涂炭，会当消毒排味、吸收湿气，有影是乌涂变黄金了。甲菱角壳用高温炉烧，刷落甲炭粉水清气，搁互日头晒4、5天啊，晒好打菱角壳才通做好炭。它温度会到达接近1000度燃火的状态，它才会碳化。因为它的量是刚好一包就是12公斤，它才是干湿度才够。如果是太重的话，它就比较没办法燃烧。台南的关灯是台湾上大的菱角产地，一年产量大约6800吨，也连带产生上千吨的菱角壳。过去菱角壳是无人要爱5当前关灯区公所电桥路甲废物变黄金，将菱角壳烧做炭，一年大约通产生90吨，也因为需要大量菱角，顺续外发社区。因为从零壳到零壳炭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人力跟空间，跟这个技术。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们就透过社区的关怀据点，让这些长者、他们志工，大家一起来做。产业官方学界斗阵合作，研发最多菱角壳产品，像利用菱角壳除臭味、做分享等等。因此，社区的合作社一年营业额也超过100万。当各家菱角壳需要涂炭改做一粒一粒，会当甲精油滴落去。菱壳炭转成菱壳粒，然后用来吸附一些空气中的那个杂味啦等等，功能都一定存在。地方发挥创意，解决废弃物问题，也提升菱角的附加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云林县轮陪准办头的庄献士，有一项招安客特别才有上百年的风俗，就是拔米箩问收成。不过，即摆会晓做米箩的师傅是哪来哪少？唔只的庄献士家己开课，教乡亲学做，望讲把这款传统尽量传落去。甲米箩等起伫厝顶，看米箩落落来伫涂骹时阵是倒什么方向，来预测今年的农作物收成。这是招安客特有的文化，拔米箩，高达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安尼就是讲，唔通竞争啊。不过，因为逐摆拢爱甲米箩等互悬，才搁拔落来伫涂骹，得米仔做的米箩实在袂堪这色，而且做米箩的师傅搁愈来愈少。这项100年的传统，恐惊就会安尼消失去，所以总现时就找杨成辉老师来开课，教乡亲做米箩。叫老师来教，家己做米箩，连工若歹，嘛会用修理。看这个大人囡仔真足在听老师讲解，这么有路的功夫，大家拢真骨力在学习，甚至有人学甲真有兴趣，搁要甲老师学破得米啊。自愿后礼拜开始，就要对我来学破米啊，就开始会当编迄个米箩的技术。几百年的传统，讲要等米箩的活动吼，都延续。就是对主编这个，就是一直有一个想要学的这个心愿。看到济乡亲这么用心，老师是感觉真欢喜，嘛真甘心。望透过这个免费的课程，会当把这变米箩甲拔米箩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屏东县德产乡德产国校的老师，长年来拢带学生加报纸。学生听好就种无共款个人兴趣的主题，落去找资料、捡报纸，再搁集做伙整理做一本家报册，也通来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甲主动学习的习惯性。甲这本家己做的册现好开，囡仔兄甲平常时上介意的海洋生物塔库画伫咧内面，再去甲有描写塔库特性的文字打伫咧边啊。我以前不知道章鱼有几个头脑，后来跟老师做简报之后，才知道章鱼有9个头脑。屏东县德产乡德产国小的学生，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思考家己所关心的社会议题，透过读大量的书，伫咧网络查资料，再搁对报纸和杂志，甲有讲到相关的资讯，拢甲加落来，整合做一本册。这阵德产国小的囡仔，搁伫咧109年屏东县国小的家报纸歌唱比赛，取得正好的成绩。这次有特优的作品跟优选的作品，我觉得小朋友表现出的是综合能力。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减塑爱地球的部分。老师照学生的年级，带因敲找无共领域的议题，包括语文、自然科技和社会，以学生个人的兴趣引导因思考、纠正和整理，培养因独立思考甲主动学习的能力。
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情况，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家人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3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30度到3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下晡3点，咱期待再相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奥普。倒乌渡，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甲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经衣，和好兄弟有食够有领。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啊，底清水，边仔放煞文面布。起面、起锅、热啊，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啊，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啊，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啊，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还有唔通考试啊，听讲考试啊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啊，
唔知是我。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啊。6. 苦度敬米，7月半，中原苦时啊。7月半啊，唔知是我。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啊，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